线上内，让我们一起来上听预备请加朵啊！开始。感谢您让我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阳光剧场，在这个地方唱诗歌赞美你，让我能够都像一家人一样很欢乐。以下的时间都求主能够顺利的进行，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继续站立，我们继续站立。